2026元旦去日本，如果你打算1月1號衝去銀座 shopping， 恭喜你，你會遭遇有錢冇定使嘅絕望。呢條片分享日本元旦正確嘅打開方式，重點係要識得自動 switch mode。上晝靜音模式去神社使錢祈福，下晝戰鬥模式去 Outlet 搶名牌3折福袋。第一樣嘢，初詣初子，日本人元旦去神社唔單止係祈福，係一種歸零嘅儀式。通常全家大細一齊去感謝過去，開啟未來。想震撼，12月31號去橫濱港睇烤燈同煙火，或者京都知恩院聽108下鐘聲，直擊靈魂。想發達，1月1號一定要去鎌倉個謝呢餅齋期，用奧宮靈水洗你嘅錢，預予2026財運倍增。民間有個說法，你嘅錢喺嗰度使咗會翻倍嘅。想求人緣，去東京淺草寺，雖然人多，但係嗰度嘅籤文最靈，預祝你抽到大吉。重點嚟啦，如果你仲未識入神社點樣洗手，點樣二鞠躬、二拍手、一鞠躬，千祈唔好亂拜，記得翻主頁另一條片日本神社祈福教程，學識正確禮儀，神明先聽得明你嘅願望。第二樣嘢，千祈唔好喺1月1號去市區 shopping， 記住銀座新宿大部分百貨公司當日係休業放假，想買嘢忍多一日，1月2號先係伊勢丹3月嘅初賣日，Hatsuri，你仲會見到好多人喺門口買嗰種叫做體驗型福袋，呢種福袋會有高級餐廳券、溫泉券，非常值得搶。如果你係電器迷，一定唔好錯過ヨドバシ嘅夢のお年玉箱夢之箱，佢就好似電子界嘅 Bright Box， 比如蘋果箱，往年就有人試過幾萬英就可以開出 iPad 同埋Apple Watch， 價值隨時翻倍，搶到就賺到。當然，如果你1月1號就手行，一定要買，咁樣就去 Outlet 啦。最推薦嘅係富士山附近嘅御殿場，屬於日本最大嘅 Outlet， 元旦照常營業，用低至3折嘅價錢買名牌福袋，呢個先係元旦有個快樂。第三樣嘢，入鄉隨俗，教大家一句萬能嘅新年祝福語。レニさん、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明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，意思就係新年快快樂樂。喺嗰一日，你會到處聽到同講到呢句話。2026年，祝大家元旦喺日本玩得開心，滿載而歸。Follow Benny，俾你更多日本節日小驚喜。